环境部长彭启明22号上午来到台湾首庙天坛，参与中原普渡美角节及中普渡好安心记者会，邀请公庙甲民众配合环境部所提倡的新纸钱三小政策，同时兼顾环保甲传统信仰，减少空气污染，改善生活环境品质。我们推动这个新纸钱3烧，也就是说，它要适量烧。替代烧，然后能够更用环保的一个方式，能够让大家能够以工代进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。那我相信现在因为随着全球暖化，这个空气品质越受到大家的重视，我们从这个这边其实可以看得到，它这样推动已经造就成了大家非常的认同，同时这个用以工代进来帮助更多的人。我相信我们的神明也是会体会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，我们会努力保护台湾的环境。政府尊重多元的文化，不是要灭乡，是希望透过多元的方式，鼓励大家用新的方法减少纸钱。右边那个烧，你看到硬蓬蓬对不？那么要怎改成这样？各位看到外面我们有2个箱子哈。之前我不是用凊彩一个粪扫车，还是啥物袋啊去收，我是有设计过的箱啊去收。阮的资源回收车，这个也可能要跟部长讲，这个要专用的。所以县市政府我们来了很多的这个县市政府如果不够的话，请部长多补助，这个很重要。再来就是如果因为距离太远，你收运的话，能不能用环保金炉？我们讲的气化炉，像我们台南幅员这么大，K8的呀，可能这款会较适合。为106年开始，台湾首庙天坛伫请示用风上帝后，就实施以米代金的政策，到现在已经捐出10万包的白米，帮助弱势团体。差不多7、8年前，超过那个时候就一直在配合那个环保局、环保单位，台南市政府一直在做，就是减烟，还有很多的就以工代金的工作。优质化还有呢，金子少量以米代金，不仅可以降空污，还可以积功德、助弱势，还有帮助我们的农民，甚至可以做3、4保平安。所以真的有这么多好处，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努力去推广。市府环保局今年也甲专人福利中心合作，伫永康甲东区15个门市，加上环保局伫东区4处活动中心设置纸钱集中箱，方便民众就近交付纸钱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